2022大台南国际旅游展览18/25伫大台南会展中心落来登场。这个展览是疫情了后伫台南上大规模的国际旅游展览。伫这场来甲要甲200几台单位，互大家伫台南的民众，将咱的食宿游购是咧各地方的观光产业、观光圈，相关的产业都会当来这搭推广出去。台湾的旅宿一直在蓬勃发展，在2020年初发生了 COVID-19 的时候，事实上大家也都是惶惶不安。但台南市能够在2020年、2021年一直逆势成长，所以说我们希望今天的开始的旅展能够让更多市民朋友们，还有国人同胞，还有来自海内外的好朋友，在我们177个摊位里面，来自17个国家的代表里面，都能够看到台南的成长茁壮进步，以及台南的好山好水和美食。经过3档的疫情，加上旅游旺季马上就要来到，业者拢推出好康优惠。除了有台南高景车间饭店餐券免下促销，更有国内旅游的业者直接优惠到7折，阁有一个国内外旅游行程会当挑选。另外，来踅展览嘛有好康，只要伫展览期间消费满5000块，就会当抽日本来回机票，阁有限量福袋，上大奖有饭店大房券等等。展览为今日开始，展出到11月21号。想要出去佚佗，就趁出机会来抽好康、先荷包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